强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所要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请，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这个嘛？应讲：主啊，是，我已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养仔囝。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伊就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听我嘛，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带甲猪腹，要所界来行。到老，你要伸手，别人就别你，拖你到唔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个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安尼。就甲伊讲对我。下面吴牧师为咱讲道题目是：当国我的主问你听伊嘛的时，请。各位敬听后埔教会众兄弟大家平安。咱先做阿头的祈祷。主，阮感谢阿你圣神的感动，互阮伫今早起。抱着欢喜得条的心，进入伫主你的殿院内底，是为着要较无主你的话语，互主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的帮赞。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伫主你手中，恳求主再一次借着你智慧的话，帮助阮有一个搁活新的性命。恳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想，伫咱的信仰内底，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主的话，的确要互咱会当得到伊所要赏赐，互咱极其丰盛的恩典甲祝福。所以主的话极其重要。咱今仔日三甲组织伫遮，就是要来听谈主的话语。伫圣经内底，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伊的喙讲出最造就咱的话语，相信这拢是要互咱会当得到主的祝福。伫耶稣伊个活以后，伊要上天进前，相信伊讲的话，更加是要互咱会当行伫伊的话内底，会当愈来愈亲像伊。今仔日咱所读约翰福音的这段记载，是约翰福音内底大概是上尾的记载啊，是耶稣要升天进前对着门徒上尾的一个吩咐。咱相信这个话的确更加重要。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看讲，搁我耶稣要对门徒吩咐什么款的代志？搁我耶稣所吩咐的这个话，咱知影这毋是干那要对门徒来讲。咱相信这嘛是要对咱讲，因为耶稣伊来到世间，伊的心意就是要将着天顶的祝福，要带互咱每一个人，互咱每一个人嘛拢会当甲伊共款，得到迄个搁活的新的活命。检查这就是咱时常咱所咧期待的，会当福杯满溢啦。伫今日咱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节头半段，遐记载讲，因食完了早起顿，耶稣对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有比这个搁较多吗？”
当耶稣问彼得：“你听我比这会搁较深吗？”大概有两种意思啦。第一种，耶稣可能是指着海边的迄条船，遐希望，因为这时阵温度因拄好掠鱼掠完啦，这渔船啊，这希望拢伫海边。耶稣就问彼得讲：“你听我比这渔船啊，这希望搁较深吗？”我相信耶稣伊发出这个问题，这对着人生真正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啦。咱每一个人，咱嘛拢爱金钱、爱名声、爱地位、爱权利。当然，咱每一个人嘛拢爱耶稣。但是，当搁我耶稣问咱：“你听我比金钱、名声、地位、权利搁较深吗？”毋知咱会安怎来回答？其实耶稣伊毋是讲咱着爱完全来放弃这金钱啦、名声、地位、权利。耶稣伊真正的意思是讲，恁有准备好要献上家己，将我摆伫第一位，然后来服侍我吗？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当咱要服侍耶稣的时阵，咱一定爱将耶稣放伫第一位啦。今仔日咱抗礼诗班，因伫遮的献诗，我相信因为着要准备今仔日的献诗，因咧进前有准备，用真侪时间去准备。因嘛暂时将因的工作、将厝内的代志、将因想要做的代志，拢暂时放下，将着今仔日因要唱诗歌献予上帝这件代志，当作是第一重要的。因愿意放下所有的代志，伫遐咧锻炼诗歌，我相信因听耶稣比世上世俗最的代志搁较深，敢毋是？另外，耶稣对着彼得讲：“你听我比这会搁较深吗？”第二个意思可能是指着迄当时其他的6个门徒。咱若看今仔的经文头前记载，迄当时有7个门徒，包括彼得。因伫海边咧掠鱼，所以耶稣伊咧问彼得讲：“彼得啊，你听我有比因6个人搁较深吗？”这互咱想着当初时，耶稣要受掠进前，彼得咧正门徒的面头前，向耶稣夸下海口讲：“就是所有的人拢离开你，我就是死。”我彼得，我嘛袂来离开你。彼得的意思，检菜是咧讲，我彼得比其他的门徒搁较听耶稣你啦。总是当耶稣被掠，彼得其实嘛是甲其他的门徒共款，拢离开了耶稣，甚至彼得伊个3摆无认耶稣。这会当讲是彼得伫人生内底上大的失败。人时常就是安尼，讲着听耶稣，咱会讲甲真大声。总是当咱着爱去做的时阵，可能咱啥物拢做袂出来，敢若剩一支喙。总是国外耶稣，伊是要带来国外的新生命。这时阵，耶稣伊决定要来原谅彼得，并且要互彼得有一届，搁会当重新得到新生命的机会。互彼得过去迄个好任耶稣迄个旧的生命，就安尼会当来撤销掉，互伊甲耶稣基督国外耶稣基督共款，会当得到迄个国外的新生命。所以当耶稣问彼得讲：“你听我比这6个门徒更较深吗？”彼得伊就讲：“主啊，是啦，你知影我听你。”当耶稣伊听到彼得对伊讲：“我听你”的时阵，耶稣伊真清楚，听耶稣袂当只是敢若剩一支喙那尔。
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囝吧。耶稣伊爱彼得用实际的行动去表明彼得听耶稣的心。当耶稣听到彼得对伊讲：我听你。然后耶稣对彼得讲：你养饲我的羊仔囝。这羊仔包括什么呢？这羊仔可能包括进前已经跟对耶稣的人，当然嘛包括遐还未跟对耶稣的人。而这中间真有可能是有遐当初顶耶稣在十字架顶头的人。相信彼得对着顶耶稣的遐的人，咱讲伊一定混音混甲安尼牙痒痒的。耶稣对彼得讲：你着去养饲我的羊仔囝，你着去听因。彼得伊太做会出来咧。彼得可能册因都袂赴啊，他会去听因咧。总是咱真清楚，当耶稣被钉咧十字架顶头的时阵，耶稣拢对着下底钉伊十字架这人，拢求天父上帝讲：爸啊，你着赦免因啊，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耶稣伊都拢原谅彼得啊，伊嘛原谅这钉伊十字架的人。彼得伊要有啥物理由无去原谅人呢？另外，这羊仔嘛包括啥？除了犹太人以外，嘛包括外邦人。咱知影对着传统的犹太人来讲，因看所有的外邦人是无洁净的。这外邦人是甲上帝的救恩是完全无分的。犹太人将着外邦人看做是，咱讲粪扫，看做是废物。你爱比着这个犹太人，将伊的精神、将伊的体力，甚至爱为因付出金钱，去帮助养饲这的外邦人，去听外邦人。我想这真正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敢毋是？总是个我的主所带予咱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包括咱必须爱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观念。咱爱将着过去迄款旧的思维、旧的观念、旧的做法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遐部分，咱拢爱将伊淡掉。遐旧的物件淡掉，迄个旧的生命淡掉以后，咱才有法度会当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咱才有法度进入上帝祝福内底。伫今日所读的经文15节、16节、17节，佮我耶稣伊连续问彼得3摆：你听我吗？当彼得回答耶稣讲：我听你的时阵，耶稣拢对伊讲：你养饲我的羊仔囝吧。这帮助咱看见耶稣伊看重的是啥物呢？今仔早起咱来遮做礼拜，咱每一个人来做礼拜，咱可能看重的无共款。咱为可能是为着遮要来礼拜，要来敬拜上帝。而且咱上看重的就是上帝。是啦，我想这是极其重要的代志。伫咱的信仰内底，上帝是真做咱上重要的。毋过在地面上有一件代志更较重要，这就是耶稣基督伊来到世界主要的目的，敢毋是？伊是为着什么人来到地面上的？伊是为着咱世间人来到地面上，表示耶稣伊上看重的就是咱世间每一个人啊。所以耶稣会来彼得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囝，因为这羊仔拢是耶稣所上看重的。耶稣为咱钉死在十字架，是因为伊听咱。等于个我伊问彼得：你听我吗？如果个我耶稣
就是这位用着伊的性命来听咱的耶稣。如果今仔日伊问咱在座每一个人讲，你听我吗？咱唔知会安怎回答。大家心内即马可能会想讲，吴牧师，你太问我即个遮尔戆的问题。阮今仔日会来到这圣殿，当然阮是听耶稣的，这太着个问啊。但是如果耶稣继续问咱，并且对咱讲，你去养饲我的羊啊。如果耶稣安尼对咱讲的时阵，咱唔知会安怎做咧？大家是毋是会讲啊？养饲主的羊啊，这个牧师的责任嘛，这牧师的工作啦，这甲阮有啥物关系？咱安尼讲，可能一半对，一半唔对啦。事实上，咱真清楚，伫咧宗教改革以后。遐宗教改革者，因有一个真重要的主张，就是信徒该祭司。我想这咱嘛定定咧听。伫咧旧约的内底，的祭司，事实上因有一个牧养的责任，就是讲咧教会内底可能牧养咱遮的羊啊，这是牧师的责任。总是伫厝的内底。咱面对着咱迷信的亲人，也是咱厝内咱的囝儿逝世，咱拢有牧养因的一个责任。所以咱伫厝内，咱离开这间教会以后，至少咱爱会当牧养伫咱身躯边，爱会当听咱身躯边的遮个人。当然，耶稣伊所讲。你牧养顾守我的羊啊，伊内底上重要的迄个部分，就是咱爱用听去服侍，去听耶稣伊所要听的这羊啊。毋管是即马咧调啊内，也是咧调啊外的羊啊，拢着爱去听。耶稣伫遮咧提醒彼得，相信嘛是咧提醒咱在座的每一个人。真正听耶稣的人，是爱会当去听人，会当去服侍人，毋是干那咧服侍上帝，毋是干那咧服侍耶稣那尔。如果咱无去服侍人，安尼咱甲咱的主可能无啥亲像，因为耶稣伊来到世间，伊上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服侍人，敢毋是？当伊要升天进前，当伊要受定进前，伊甲门徒最后的食饭，伫最后的暗顿内底，伊吩咐伊的门徒，讲恁着爱彼此洗骹，用洗骹彼此来相服侍。伊交代因上尾的一个命令，讲恁着爱彼此相听。你这中间拢讲到迄个听人服侍人的迄个重要性。这嘛是耶稣基督伊上大的心意，嘛是伊来到世间上大的一个任务啦。18节、19节，耶稣继续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阵，家己塑像摇大，随意往来；总是年老的时阵，你爱伸出手来，别人将你绑起来。带你到无愿意的所在去。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彼得着爱安怎死，荣耀上帝。讲了这个话，就对讲：彼得啊，你来跟缀我吧。耶稣伫遮咧讲着一个预言，咧讲着彼得将来会安怎死。当然咱嘛知影，彼得后来是顶十字架死。伊甲耶稣基督同款，嘛派去迄个十字架。耶稣讲：你来跟缀我吧。耶稣彼得真正是跟缀着耶稣的脚步，最后伊嘛派去了迄支家己的十字架。跟缀耶稣的人，就爱派去家己的十字架。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着门徒讲：
若是有人要跟缀我，做我的门徒，就着爱派去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当然，咱每一个人拢足清楚，这个十字架是真叮当啊！这耶稣伊嘛知，所以当耶稣伊讲派去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伊的时阵，其实有一层足重要的意思。咱派去迄个十字架，咱家己的十字架拢足重。毋过当咱咧跟缀耶稣的时阵，这会当保证一件代志啦。保证耶稣就伫咱的身躯边，因为咱是咧跟缀伊。耶稣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咱就会当得到伊甲咱的同在，咱就会当得到伊所要赏赐互咱的快乐。咱就会当得到伊所要互咱及时的帮助，敢毋是咧？因为伊就伫咱的身躯边，嘛是因为咱跟缀伊啦。跟缀耶稣，除了会当得到耶稣的同在以外，更加会当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约翰福音12章26节讲：若是有人服侍我，就着爱跟缀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爱伫倒位。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必定要尊重伊。当个我的耶稣，如果伊问咱，你有听我无？当伊问咱安尼时，伊嘛会爱咱。会当扬起伊的羊啊！这个扬起伊的羊的这个动作，听耶稣的羊这个动作，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这个行动啊，要帮助咱会当得到天父的尊重。今仔日是文艺事工奉献主日，如果耶稣伊问咱讲，恁有听我无？我相信咱大家一定会来耶稣讲：耶稣是啦，你知影我听你。然后耶稣也继续讲什么咧？如果你听我，安尼你就去养饲我的羊啊，就爱去听耶稣的羊啊，爱会当去服侍耶稣的羊啊。今仔日咱所想的到，这羊啊，除了是咱在座的每一个。伫今仔日文艺事工奉献主日的时阵，我相信这只羊啊，嘛有可能是台湾公报社。我相信咱对着台湾公报社，咱拢也真熟啊。咱每礼拜伫遮咧看教会公报，每礼拜咧看更新，也是每一季咱伫遮咧读新安公读经，这拢是台湾公报社所发行的。咱相信，因嘛是耶稣的羊啊。当咱知影这只羊啊，耶稣的这只羊啊，伊的需要的时阵，咱毋知会安怎做咧。相信咱嘛会甲彼得同款，咱嘛会派去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耶稣。耶稣伊的确会听台湾公报社这只伊的羊啊。咱每一个跟缀伊的人，咱嘛安尼来做。当咱安尼做的时阵，这就是一个听耶稣，同时嘛是服侍耶稣的行动。如果咱安尼做的时阵，我要恭喜咱大家啦，因为安尼咱会甲彼得同款，咱拢要真做是迄个甲耶稣愈来愈相亲像的人，咱拢要真做是迄个服侍耶稣的人，相信。咱更加是一个天父上帝所要尊重的人啦。愿咱每一个人通过这段经文，互咱更加伫咱的心中时常会对耶稣讲：主啊，你知影我听你，我除了听你以外，我嘛要来听你的羊仔囝。
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人，会当用着这款的行动，真做是上帝所尊重的人。咱做下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时常用着你的话语来指示阮生命着爱行的道路，互阮的生命会当经历着祝福，经历着丰盛。互阮的生命会当伫即个天路来跑走的时阵，最后会当走到主你的面头前，得到主你的称赞甲呵乐，好个忠心的仆人，会当入来甲我同坐道。主，阮较无即款的福分，愿主将着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照着主你话语的指示，最后会当行到主你的面头前，得到主你的尊重。恳求基督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容阮我伫遮个占用大家一寡时间。今仔日代表台湾公报社来咱后埔教会向咱众兄弟来请安。而且嘛要感谢咱后埔教会伫过去对着台湾公报社。伫迄中间的关心、大道甲奉献，所以互台湾公报社所做的事工，拢会当真顺利来进行。拄则讲到，咱每礼拜伫遮咧看的即个教会公报，也是更新，也是即个新安宫读经。我相信这已经真做是咱生活的一部分。我伫阮教会内底时常会有当时会看到讲咧礼拜时阵，大家摕到迄教会公报大家就伫遐迫不及待，有的人可能伫礼拜中可能就开始伫遐看当然这真好，我会当感受到伊真较无真意爱要读这教会公报的即个心呐总是我想咱若摕着这教会公报，咱摕等于才看如甲咱咧礼拜中，咱要是专心来敬拜上帝。总是我相信，当咱毋管是看教会公报，也是读更新，也是读这新安宫读经，这对着咱灵命的帮助，真正有真大的一个功用啦。我今日来到咱教会，我感觉真正足温暖。一开始，咱林牧师。互咱教会的这中级来甲牧师拍招呼，真正互我感受到咱的迄款的热情。伫咱会前，也是咱礼拜的头前，咱毋管伫遐祈祷、锻炼诗歌，拢嘛帮助咱看到讲咱对着上帝迄款敬虔的态度。相信这是咱平常时咱真侪时阵。咱有好好去培养咱的灵命，这培养咱灵命的这工作，台湾公报社扮演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因所发行的教会公报更新，也是新安宫读经，相信对着培养咱灵命的这个部分，真正真重要。嘛，因为互咱的灵命得到提升，得到加添，所以咱甲咱的上帝愈来愈亲近。当咱灵命哪加添的时阵，相信咱的祝福嘛免哪加添。今仔日阁再一次代表台湾公报社，向咱众兄弟献上12万分的谢意，感谢咱大家过去对着台湾公报社的关心、大道甲奉献，嘛而且希望。咱咧未来继续来关心台湾公报社因所做的每一个事工，咱兄弟伫这中间其实要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就是咱所做今仔日，毋管是关心大道奉献，拢要帮助着台湾公报社，会当真做是一个未来继续向前跑走的一个真大的力量。而且，再一次向大家献上12万分的谢意，多谢大家。